喂，喂喂，一二三，
要拉台子出来，这样可以哈。好来，二波 test test，喂喂喂喂喂，好 OK。
各位兄姐大家平安，真欢喜！伫主日咱拢会当甲煮三件，个咱兄弟姊妹大家会当三件吼。天气较寒冷啊，早暗加足冷的吼，所以请咱家己爱保重咱家己的身躯吼。好，咱伫要做礼拜之前呢，咱请方牧师吼为咱做迄个礼拜前的祈祷。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我们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清早起来，在新的一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一起来敬拜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王，所以我们要用诗歌来称颂你。这是我们带着我们每个人生命的疲乏跟困难来到你面前，让我们今天得享你永恒的安息。愿主能够使我们的心平安有快乐，让我们真真实实的经历到主你的同在，让我们回去的时候带着主的平安让我们的生活充满主的大能。愿主赐福我们今天的聚集，让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感动我们，照顾我们。愿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名祈求，阿们。六兄弟平安。咱来今日练诗的时间，咱第一首要唱的是圣诗341首。我当专心迫切祈祷，这是咱的月圣诗吼。咱练足侪遍，请咱做来吟第一节。我当专心迫切祈祷，爱伫天父大恩。求爸带领我的中保，想事伫这时阵。第二节，愿爸显出阳光的面，照我心肝光明。予我若行到白三千，会合天父圣情。这首诗歌，咱有5节啦吼。咱来看伊后壁的迄个引言吼，其实伊是对罗马书8章26节来。罗马书8章26节主要是讲，伫咱就是保罗伫教示这使徒讲，过来就是圣灵要引带恁，恁软弱，也是恁拄着苦痛，也是恁拄着逐项艰难的代志的时，圣灵要甲恁治地，圣灵要引带恁祈祷，圣灵要带领恁。所以简单一节的这个圣经节，咱看到咱拢总有5节的诗歌。其实这诗歌的词真好，咱当专心迫切祈祷，咱过来吟第一节。我当专心迫切祈祷，爱伫天父大恩，求爸带领我的中保，想事伫这时阵。咱咧唱这首诗的是莫慢去吼，其实这首诗咱若真轻快来甲唱。唱起来真好啦吼！咱无哪唱哪慢，过来一遍第一节。我当专心迫切祈祷，爱伫天父大恩，求爸带领我的中保，想事伫这时阵。第2节。愿爸显出阳光的面，照我心肝光明。予我若行到白三千，会合天父圣情。好，咱过来看圣诗
540首，过来练圣诗540首。主得叫咱人，这真熟的诗歌。主得叫咱人做真光的灯，亲像一支烛火，面是照光明。这世间有黑暗，做错人着大，咱着笑伊光，一人一角。第2节，主得叫咱人归阳光，予伊，咱的光若无明，袂予伊欢喜。伊阿落看世间，咱亲像乌梦，咱着照伊光，一人一角。这是一首真。我感觉咱主日就定定在唱的这个诗歌啦吼。我咧读册时，其实我有一个同学，但是伊比我长大概5岁啦吼。伊伫聚会的所在聚会，伊定咧讲吼，伊讲我若法度简单来体验上帝的恩典，我就无爱用伤复杂的方式，也是用伤简单的方式来体验上帝的恩典。所以咱有的人。也是讲，咱有真好的诗歌，咱透过诗歌，其实咱就是真简单来体验着上帝对咱的疼痛。但是有当时咱爱经过真侪艰苦、真侪艰难，再来体验上帝的疼痛。所以以前伊定咧讲一句话，讲咱若使简单得到上帝的疼痛，安尼就好。其实诗歌都是咱经过简单的方式来得到上帝的疼痛。这首诗歌其实是我。做囡仔的时，上爱吟的诗歌。道理伫倒位咧？道理伫上后壁，伊讲一人一角。这条诗歌若唱了是拢感觉裤底内底咱唱一角。以前一角是真大银啦吼。古早的圣诗是一人一角，是写讲一人一语。迄阵其实是写一个角落啦吼。即摆新的圣诗改做一人一角，唱起来更加欢喜。所以咱真欢喜的心来唱。唱了一人一角，来做来第1节。主得叫咱人做真光的灯，亲像一支烛火，面是照光明。这世间有黑暗，做人着担，咱着照伊光，一人一角。第2节，主得叫咱人归阳光，予伊。咱的光若无明，袂予伊欢喜。伊阿落看世间，咱亲像乌梦，咱着笑伊光，一人一角。第3节，主得叫咱人逐位做光灯，咱有幽的幽闷，做心无明，看世间真黑暗，若亲像乌梦。咱着笑伊光，一人一角。小朋友是唱了就足满意的，一人一角3角啊好，咱过来吟上尾一首诗，圣诗第1首，这嘛是咱今日诗。现在。现在，现在，吉祥大自在。现在，都一切主宰。上主是受造，伊无是无救，永远将管治你，只管受尊重。第2节过来，现在过来。现在，吉祥大主宰。现
在现在都一些主宰，全能奇妙，全能奇妙听堂，受敬畏服侍。现在，极限大主宰，这真优美的诗歌，这舒伯特所做的曲，哦，咱圣诗内底嘛有引用因真侪曲，咱搁吟一遍，轻轻吟一遍，来准备今日咱的礼拜第一集。现在，极限大主宰，现在，都一些主宰。上尊是受造，伊无是无救，永远将权地理，只管受尊重。请咱闭板心来开始今日的礼拜。少年人就用生命来清气伊的所行，是着照你的话来说字行。我专心找你，求你毋通互我迷路离开你的界面。我将你的言行放伫你的言语放伫我的内心，免我得罪你。要话你是应该受恶落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示我。请咱吟圣诗341。
1首，圣诗341首。我当专心迫切祈祷，我当专心迫切祈祷，爱得天父大恩，求父带领我的中保，享受伫这时阵。341首，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坐。这是请咱用主教示咱的祈祷文，咱做伙来祈祷。阮伫天上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人亲像伫天。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是咱来启用圣诗后面启用文第62篇，也是腓立比书第2章。启用文第62篇，现在咱三甲来启用。既然恁甲基督结连有得到激励，既然恁甲圣神有交谊，恁就有相款的心志，和谐感情。毋通自私自利，嘛毋通追求虚荣。恁逐个人毋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恁就有基督耶稣的心志。以阮当摒空家己处奴仆的身份，以自愿谦卑顺服到死。因为安尼，上帝提升伊到上悬地位。安尼，为着敬重耶稣的名，一切的嘴拢宣认耶稣基督是主，来荣耀爸上帝。请咱过来吟圣诗，圣诗第1首。
圣诗第一首：圣哉，圣哉，圣哉！圣哉，圣哉，圣哉！至圣大主宰，圣哉，圣哉，圣哉！独一圣主宰，上帝毋是受造，伊无始无终，永远掌权治理，至权受尊重。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坐，咱这是同心来祈祷。亲爱天父全能的上帝，你是公义的主，你的信息永远袂改变。求你帮助阮，用你的眼光来看世界的苦难甲需要，无遐不义、骄傲、自私污染阮的心灵。求你赏赐智慧、勇气甲气力，让阮拄着心神野仙、孤单无助的时，阮会晓搁一摆来仰望你，倚靠你，领受伫你内面的慈爱甲丰盛。当然，阮经历伫你面前的交托甲平安，因为你是以马内利的上帝。无论对什么款的境遇，你拢甲阮三甲伫地。伫日常生活中，若是无注意得罪你，也是得罪人的，我伫遮搁一摆认罪悔改，求你赦免阮，用你的宝血搁一摆洗净阮的罪。阮感谢你，顶礼拜临时会议，阮就选出7位长老甲14位的执事，万芳教会1位的执事。恳求你赏赐智慧甲能力，互每一位受竞选的长执会清楚明白，这是上帝你的选调甲竞选甲呼召。愿你谦卑顺服，你所交代因的职分，来服侍你，来服侍人，互你的教会得到兴旺。亲爱的主，阮这事业要为着明年正月13立委甲总统、副总统的选举来祈祷。恳求你赏赐每一个有选举权的百姓，有聪明智慧，来竞选，来选出真正爱这个土地的人，为了台湾来打拼。愿公义、公平会当落实伫即届选举，因为你是公义的上帝，万分符价，
甲邪恶。你也是听阮祈祷的上帝，恳求你安健康，听阮的祈祷。今仔日阮真欢喜，有台北原住民大专中心的牧师甲兄姐来到阮中间，做阮确信，你会听，伫配满伫无共款的族群的顶面，求你帮赞，互因伫台北所有的大专学生拢会受到好的照顾甲关心。因今仔日所欠缺，求你来补足，也通过阮的关心，互因会通得到帮赞。天气渐渐寒冷，恳求你保守阮每一个兄弟有用健康的身躯、喜乐的心，来迎接每一天你所享受的日子。也互咱足病痛、久久的兄弟，有你温慧、疼痛、怜悯，甲面生活之地，用你大能的手时时扶持看顾。但愿将今仔礼拜恭敬仰望，求你感纳祝福。祈祷感谢，靠耶稣基督圣名，阿免。咱来看上帝话，圣经新约圣经记载伫马可福音第9章33节到37节。马可福音第9章33节到37节。现在我来读33节。因来到迦百农，耶稣伫厝内问因讲：恁伫路呢议论甚物？学生静静，因为伫路呢，捌争论之最最大。伊就坐地，叫12学生，甲因讲：若爱做大生的，就做正人的路尾，也做正人的妻用。佮带一个囡仔，互伊徛伫中间。说破伊，甲学生讲：既然为着我的名接纳一个亲像这号囡仔的，就是接纳我；既然接纳我的，毋是接纳我，就是接纳找我的。以上就是请圣乐队来赞美。
这是请大专原住民大专中心黄金中牧师来正道台北市为我名去接纳。大家平安，我是本金中牧师啊，我是方金忠牧师啊，也有人叫我放轻松牧师。好，那要跟弟兄姐妹说声抱歉，公拍谁？我可能用华语来分享啊，因为我的台语没练邓哦，所以愿我们在今天的主日的分享，大家都能够听到上帝对我们所说的话。那刚刚有听到那个我们师会说，我们来到你们的面前。其实我们已经就在你们的里面，意思就是说，大家有看到我们那个前排的有我们原住民的学生，其实我们在文山教会已经聚会了2年，周间的时候我们用教会的空间在当中做我们团契的聚会。那2年前呢，我们聚会是在那个麦味登，我们都在附近的麦味登然后之后大概待了1个学期之后，才想到旁边有一间文山教会，那我们都是本宗，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原住民宣教员委员会属下的台北原住民大专学生中心。我们2年前成立了牧羊团契，木栅的羊，他们自己说我们是木栅的羊。然后2年前我们就是移师到我们教会，通过盛凯牧师的接待，让我们可以有桌子可以聚会我们需要桌子。好，我们在麦味登的桌子除了吃东西也分享。那教会也接待我们用教会的桌子。那我们这个桌子是上帝的桌，是一种完全接纳的桌。所以我们在教会的餐桌上面，除了有上帝的这种关心之外，弟兄姐妹常常聚会的时候，我们桌上也有很多吃的，然后有那种无微不至的那种被照顾的一种感受。所以今天的聚会非常美，因为我们有带着不同的文化。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学生有排湾族学生，也有太鲁阁族，也有泰雅族。那牧师是布农族，布农族。那我们布农族是居住在高山的地方，所以在平地我走起来有点怕对，那我们其实还有很多的学生，还有原住民的学校在就读的学校需要被照顾。那我们是台北原住民大专学生中心，原宣长老教会原宣下面只有4个大专中心，台北、高雄、花莲还有台中。所以每一个大专中心有几个工作者呢？大家猜一下。我是主任，我是主任兼那个壮中了所以我们只有1个大专中心，大专中心只有配置1个工作者，所以然后在台湾呢，整个台湾有160间的大学，然后原住民约有2万个学生，由4个大专中心4个人来负责整个台湾的原住民学生。那我常常想说，能够被接待、被照顾的这些学生是幸福的，但是我们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学生是需要被照顾。那我常常去很多教会分享的时候，有弟兄姐妹听到我这样的分享，他们说：哇，如果你当时候在那个学校，当时候我的小孩被你照顾，他现在就不会怎么样。一个爸爸牵着我的手对我这么说，然后也有一个老奶奶，她这样说：好险有你们在，我的小孩才不会走偏。所以我刚才说，为什么现在这群小朋友是幸福的？因为他们有机会在团契上面生活。那我们也有机会被教会接待，然后有这个空间可以一起来敬拜上帝，让学生在团契当中被照顾，让学生也能够走出去，让需要的人在团契被照顾。同时，我们也感谢文山教会接纳我们在这个地方成为团契，然后接待学生，万事互相效力，然后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相信能够接纳身边的人，或是有能够去接待的服侍的教会，是一个健康的教会。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爱之前都怎么样？先被爱。我们在爱上帝之前，我们都先被爱。所以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被爱了？就是爱别人，对不对？
爱唯有给出去才叫做真正的拥有。我们都说我们有爱，但是在哪里？其实当你给出去，你去爱别人的时候，那一刻才叫做真正的拥有。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团契感受到什么？教会对我们的爱已经2年，也许很多弟兄姐妹不知道原来我们教会有原住民大专中心在我们这边聚会，今天知道了。我也要跟你们说，我们感受到你们的爱，所以呢，你们是有爱的。有爱的教会，愿意接待人的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健康的教会。我们用今天的这一段经文，我们来思考，我们怎么样走向健康，走向合乎上帝旨意的教会。经文告诉我们说，这一群门徒他们要走到哪里？加百农。在第9章的第1节就讲到说，他们要走进加百农之前，他们开始争吵。争吵什么？争吵谁为大？因为他们想到说，上个礼拜或前不久，耶稣才带3个门徒去哪里？登山变像，这么美的经验，怎么只带彼得还有约翰、雅各啊？我们其他的门徒难道不是你的门徒吗？然后大家才开始争吵说，我们才是耶稣真正可能赋予重任的。如果我是犹大，说我是管钱的，应该是什么样？耶稣看中的你们只是那个登山变像看了那样的经验，所以大家开始争吵。其实耶稣都知道他们在吵。有这个东西哈。要对哪里？好。好，所以我们叫正大什么团契？牧羊团契，是在木栅这边的羊。对，我们还有很多的羊，相信我们周边还有很多的羊，我们需要让它怎么样来到上帝里面。对。好，我们看到这群门徒可能会 argue 说，为什么只有雅各、约翰、彼得可以跟耶稣去登山，然后看到这么美的一个经历，看到那个耶稣变相，然后又有云彩，然后甚至看到摩西还有以利亚这样的经验，很特别的经验。可是大家就 argue 说，为什么只有带他们？所以他们开始争吵，让他们在路上一直吵。其实我相信耶稣吵到一定很烦，说这你在吵什么？也许耶稣知道，可是耶稣他不选择当场说，他要坐下来好好的来教导他们。于是呢，他们就到屋里怎么样？到屋里之后，耶稣就问他们：你们在路上争吵什么？其实耶稣知道让他们能够再次反省，让他们知道他们所做的是亏欠的。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我们应该都是一样的。但门徒一声不响，因为他们在路上怎么样？彼此争论谁为大。耶稣坐下就叫12个门徒来，对他们说：谁想要为首，就该做众人中最末的一个，做众人的仆人。其实你看到这段经文，其实有很多对照的句子。好，路上，然后呢，彼此争论，做首。我们都知道，最近要选举，对不对？这个是世界的价值，我们都在争论为首，所以我们都是开始彼此争论，是不是这样？你看现在选举是不是这样？好，大家一开始彼此争论，然后彼此怎么样？互相攻击，然后在路上告诉大家说他怎么样？好，你们要选我，我要做首。可是，在教会不是这样。耶稣给我们一个榜样，他说我们在教会要怎么样？好像在屋里要一声不响，做众人的仆人。为什么要做仆人？因为我们有一个什么主人。教会的头是耶稣基督，我们教会所做的事情，其实我们就是安静的做，不是像世界的价值，我们要彼此争论我们要做什么？其实我们安静的做，我们要寻求主的旨意。有人说竞争是天性，对不对？但是谦卑是一种选择。对，我们会有人的地方，我们就会增进，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有主人的，我们是有上帝的，所以为了耶稣基督，我们选择什么？谦卑，互相来服侍，互相来服侍。其实门徒他们的增进让他们蒙了他们的眼睛。其实耶稣在他们当中一直做一个仆人的榜样，
甚至耶稣在逾越节的那段时间，耶稣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他要洗门徒的脚，自己以身作则来洗门徒的脚。但是我们知道，门徒他就是可能被这种利益熏心了他的心，让他看不到耶稣不断的来做这样的一个教导的工作。所以耶稣说什么？他说要学我的样式，成为仆人。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而且他服侍人说什么？我要并且为你们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在旧约说我们要彼此相爱，像爱自己一样，对不对？可是耶稣他把这个爱的行动升级了。他说：“你们彼此相爱，要怎么样？像耶稣爱你们一样。”这个爱是什么爱？是一个阿卡贝的爱。你知道阿卡贝的爱其实是经过抉择的，是有挣扎的。现在弟兄姐妹，耶稣为我们死，为我们舍命的时候，有没有挣扎？在客西马尼园呢，我们都不可爱，可是他后来选择什么？他在祷告当中说：“如果可以把这一杯拿走，但是不要怎么样，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主的意思。”他成为一个仆人，我愿意，我来舍命，来接纳，来做这样一个赎罪的工作，赎罪祭的工作。所以耶稣他在腓立比书说，他反倒虚己，取了什么的形象？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所以耶稣一直在门徒的当中做这样的工作，可是门徒却看不到，反而都在争权夺利，说：“我们应该被看到。”所以他们开始争吵。所以耶稣又当下做了一个，耶稣喜欢这样，就是做机会教育。好，你们在吵，好，我讲了，你们还是不懂，对不对？好，他就拉了一个小朋友、小孩，也有说是婴孩，站在门徒中间，然后把他抱了起来，对他说：“凡因我的名接待一个这样的小孩子，就是怎么样接待我？不只接待我，接待我的是接待谁？差我来的那一位，那就是上帝。”小孩在希罗文化，它其实是指一种软弱的，然后尚未有能力的，甚至是缺乏的。你知道，一个能够被接纳，它是一种温度。对，像我今天特别冷，对不对？我想像蛮多教会很冷可能我们有些长者就觉得冷了，那就不要去。但是如果是一个接纳的教会，有温度，即使外面再冷，我还是愿意来。不止被接纳，因为我也能够去接纳别人。因为在软弱当中，我们一起见证，软弱跟需要当中一起见证主的同在。耶稣说：“2个人奉我的名祷告，我会怎么样与你们同在。”这什么意思？如果能够看到彼此的需要，那个需要的人，我们其实就是看到耶稣的形象。我们坐在这个人的需要身上，他就看到耶稣。我们好像在为耶稣而做。同样的，被关心、被照顾的人也会感到说：“在这个需要上面，我看到耶稣的供应。”所以2个人祷告，基督就在我们当中。我们今天很多人，我们有很多的需要，我们有很多的能力可以互相扶持的时候，基督就怎么样在我们当中。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像小孩，在这个小孩的需要上面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主的同在，并且当我们去接纳别人的时候，不是只有接纳这个人，你是接纳主，为主而做，而且是接纳差耶稣来的那一位上帝。所以耶稣说，在最微小的人身上所做的，就是做在我的身上。马太福音25章34节到36节，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耶稣说：“你都做在我身上。”耶稣说：“你看到我渴了，你给我喝；看到我赤身露体，你给我穿；看到我下在监里，你来看我。”我们说我们有坐在你身上吗？耶稣说：“你若坐在最微小的弟兄身上，就是怎么样坐在我身上。”我们很喜欢这样的一个祷告，说：“耶和华是我的什么牧者？”其实耶和华不只是我们的牧者，也是别人的牧者。我们怎么让他的这个祷告能够实践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呢？彼此关心，彼此接纳，然后我们就在这个祷告当中，你才能够真实经历到像羊一样，
躺卧在怎么样青草地上，青草地上。所以在别人的需要上面，我们可以使人遇见上帝。所以耶稣说，像牧师刚才有讲到，我们有160间的大学，有2万多名的学生，真的庄稼多，但是做工的怎么样少。但是如果教会都愿意接纳大专中心，或者说学校在这边开设团契，成为彼此的帮助的时候，我相信庄稼就怎么样，可以收的就更多，幸运的人就可以更多，幸运的人就可以更多。而且当我们用爱心去接纳别人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在无意中怎么样接纳到天使。我们的学生他们来到政大读书，然后也有参与在教会的服事当中。他们的训练可能是在他们的教会，可是因为他们读书来到了文山教会，然后被接待在这边聚会，然后也同时成为教会的服事者。教会好像在这无意当中就接纳了什么天使。其实我们看到接纳天使在圣经有很多的例子，比如像拉合，他接纳探子，后来他成为了耶稣家谱很重要的一个女性。她不是犹太人，也不是以色列人，但是因为她接纳了这些探子，然后成为耶稣家谱中的一员。然后还有亚伯拉罕，对不对？亚伯拉罕在接纳3个旅人。后来发现这个女人其实就是上帝的天使，并且对他说：“你在100岁的时候要怎么样生出一个儿子，让这个亚伯拉罕他的家族就是能够延续下去。”第3个就是这个10岁的一个故事。那我很喜欢这个故事，为什么？因为就好像我的处境了哈。那个路德他去做这个10岁，其实就是要去照顾谁？他的婆婆拿俄米，然后他就走到了以色列境内，然后走到了波阿斯的田里。那波阿斯是一个很有信仰的人，他遵照圣经的命令说：当收成的时候，你不能把所有的稻米怎么样，或者说谷物都砍掉，因为你要留什么？留一些给需要的人，甚至留给动物吃。甚至这些农夫呢，他在收成的时候，在扛这些谷物的时候掉下来的东西，你不要去捡，要留给那些人。所以他特别交代那个农夫说，你不能去亏欠这些需要的人。所以当他去接纳这些人的时候，最后他和路德结婚，成为一国之君大卫的什么祖父母。所以这个好像我的处境，我不是说我是路德了哈，我在照顾这些学生的时候，有一群人像波阿斯接纳了我们，而且他们是遵照圣经接纳了我们，让我们可以照顾学生，然后让我们有力量可以去捡拾，然后更有充足的这样的一个眼光来继续做这样的工作。所以我们都像波阿斯，我们都像路德，我们也都像拿俄米，我们都在这样的需要上面都可以经历上帝。那就如牧师刚刚讲，我们今天来到的地方，最主要的目的其实就是要感谢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已经2年在教会了，好像是渗入在教会里面，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但是我们要说，我们真的是感谢上帝，让我们有这样一个幸运的机会被教会接纳。然后这2年当中，在教会每个礼拜2的晚上，我们和学生在这个当中一起来聚会。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要献诗来感谢我们的上帝，也感谢我们教会对我们的接纳。那这首歌这就是一个赞美至高至圣的上主，我们要颂赞他，真的是让我们感觉到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耶和华是你们的牧者，但也是我们的牧者。然后在分享、在接纳的这个当中，我们共同经历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好，我们请我们的学生来在前面了哈。那这一首诗歌是台湾圣诗的333首，然后搭配我神真伟大。真的，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高喊我们的神真伟大，在我们的需要上面，你们的手，我们的领受都看到上帝他是又真又活的神。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的爱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敞开我们的心，接纳身边的人。是主，在我们爱之前，你先爱我们。当我们愿意爱的时候，我们的爱此时此刻真正拥有。愿我们的关心，愿我们的分享，使周遭的人能够感受上主来的爱，是一种接纳，是一种经过思虑，是一种经过挣扎，那才是真实的爱。主赐福我们今天的领受，叫我们学习基督仆人的样式，因为我们同有一个主，就是生命的主，创造天地的主。祝我们今天的领受，叫我们的教会成为有爱的教会、健康的教会，让我们所接纳的人能够与主连结，经历真实的生命。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无共款的语言来学到上帝，我想这上帝上界意爱吼，上界欢喜的。好，咱搁来吟圣诗540首，圣诗540首，主在叫咱人，主在叫咱人做真光的灯，亲像一支烛火，暝是照光明，一世间黑暗，做一人着答。咱照伊光，一人一角，请起立念全首。主在叫咱人做真光的灯，亲像一支烛火，暝是照光明。这世间是黑暗，做人着答，咱着照伊光，一人一角。第二节，主在叫咱人。请坐，大家尽量上力咯。吼，毋是扣一人一角，就是爱去传福音啦吼。好，咱这是来奉献。
请坐。这是我来报告，大声，请咱来念这礼拜金句，念2遍吼。来，请。囡仔为着我的名接纳一个亲像这好的囡仔的，就是接纳我；囡仔接纳我的，毋是接纳我，就是找我的。马可福音9章37节。囡仔为着我的名接纳一个亲像这好的囡仔的，就是接纳我；囡仔接纳我的，毋是接纳我。就是接纳找我的。马可福音第9章37节。好，下周的圣工分担，领唱廖秀兰长老、司礼张文馨执事、苏琴、吴文婷姊妹，献诗是相互团契。书献柯冠成执事、郑音昭执事。交代是柯冠成执事甲何德文兄弟，音控是李立博执事甲张建团兄弟。拜三祈祷会主理是张玉成长老，司会是张文林长老。一礼拜主日礼拜主理是李传道，经文甲圣经甲圣诗。拢咱家己当个准备来看，担心的事。好，咱搁来看第6页，教会消息报告。这小等的，咱请彭牧师过来介绍啦吼。咱今仔真欢喜原住民大专中心彭牧师来甲咱中间吼，要请安甲募款吼。这是咱请彭牧师来小简单的报告，来介绍因要进入义卖啦吼。好，大家平安。好，我们大专中心其实有一个事工叫做义卖事工哦，就是要帮团契的事工费筹措一些经费。那我们大专中心其实开设了很多的团契，对，那就是哪里有原住民学生，我就是到哪里找学生，然后开拓。那我们的工作其实很简单，就是把学生召聚起来。然后，其实真正关心是他们自己会互相的关怀，因为生活的同质性很高，一个眼神，一个关怀，其实他们就懂，所以我们会想办法把他们召聚起来。那在这个地方，在我们文山教会的团契叫牧养团契，几乎都是政大的学生，但我还有在很多地方有大专中心也有其他的团契。那我们这次的义卖的这个经费，我们就是会由我们这个团契来使用，因为如果有经费的话，其实他们可以运用来去关心我们学校的原住民学生，可能请他们吃饭啊，或者是有一些活动，可以比较有像是福音茶会，让学校的原住民社团，甚至我们其实也是接纳的社团，我们开放汉人同学，甚至我们团契也有佛教徒来参与，其实我们都开放，因为如果限制太多，那好像一个俱乐部。我们是传福音的一个团体，我们要把福音介绍给人家，所以我们所制作的这些小物品都是我们自己做的，不是去买的，是牧师做的哈，好，也有人说，你是哪一个牧师啊？是木头师傅还是？我说都是哈，就是真的有兴趣，然后做出这东西，然后让我们团契可以运用这一笔经费，然后做在政大的校园事工。其实我常常讲。其实我们每一个学生都是校园宣教师。我们今天你看到有6个学生，他可能就是在这个学校，可能政大很多人，对不对？这6个学生就是校园宣教师，把他们生命中或者他们听到的，把福音传出去。所以我们用这笔经费来不许他们做这样的工作。谢谢。多谢哈，现在你要选咱落去楼骹看咱有感觉需要，咱会当来关心哈。来，第2点，顶礼拜临时会议，咱有选出7位长老哈，竞争胜利。潘美燕、张恩麟、张义胜、赵一诺、王文宏、徐冠成、赖运竹，接书14名：张锦伦、张义儒、施新宇、李二博、曹明祥、潘秀丽、赖宏月、徐家韵、林宗豪、张恩新、
郑仁娇、周胜梅、郭金敦、谢义宏，马龙教会就说是张恩佩吼。第三点是教门节活动，咱11月18吼，拜六暗时5点，咱有爱餐嘛吼，是一个家庭出一项菜啦吼，就知。请伫1楼遐登记吼，这会当登记啊。教门节结束就是迄暗食爱餐了后，就7点伫咱礼拜堂遮吼，咱有一个邀请一个好家在剧团，吼，因即届要演剧的是名就是家吼，甲见证的分享哦，请遐这邀请朋友甲一个朋友来参加，而且咱有准备教门节邀请卡吼，咱通伫1楼遐咱通摕去吼来邀请。迄天的迄个欢喜礼拜吼，无欢喜礼拜。第4点，成人主义学，本日下晡1点到2点吼，伫地下室1楼地下室吼有在上课吼，陈嘉玲老师吼听的速度约翰吼，有要参加，咱有准备简餐。第4点，2024年的暑假研讨会，爱准备资料，请伫11月15来准备交互干事吼，文字报告甲 PPT 的资料。第6点，停车场的有使用停车场的兄弟吼，请去更新吼，更新你的资料，看有个爱个改无吼。第7点，奖学金的申请通过名单吼，这已经报2礼拜吼，请咱家己来看11月初5要颁发奖金。第8点就是你团队10月25到10月27要去新店圣养院参加灵性的形成的课程吼。咱为着天气较寒冷吼，有较侪人身体欠安吼，咱来为因代祷。吼，今日毋知有好，互咱搁来吟所编的诗399首，愿上主大人来。今时就请彭牧师祝祷。领受上帝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